你都叻啊，呢個都熟啊。嗱，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咧，如果你怕一開始打咁長嘅時候咧，你可以逐個將佢即係分開打，知唔知道啊？嗱，例如練咗呢個先啦，然之後同埋練咗呢個先啦。如果練前面呢兩行嘅話，練呢兩個先，知唔知道？即係呢兩個框咗俾你嘅 exercise 先，然之後先開始即係打晒佢，知唔知道？依家嗱，我哋依家練咗分段先，呢個 exercise 2練咗先，準備開始。到你啦喎，一仔第2次，第3次 ，OK 得啦，好啦，然之後咧 exercise 8 C 路睇住 Ken Sir，叻仔第2次，第3次，叻仔啊 Ken Sir 捉住你手啦，咁由頭打到落去啦，嗱聽住 Ken Sir 嘅節奏，知唔知道？你幫我踩，記住踩實，得，有冇先 ？OK， 好嘅 good。嗱，你踩實呢隻腳，你幫我踩呢隻，係啦，踩實呢個幫我踩大步得唔得？準備開始，1、3、4、2、3、1、2、1，好個停，做到啦，係啦，1、啦，腳手，唔緊要。兩個16分音符啊嘛，咁我哋即唔緊要，睇住先。嗱，如果呢個16分音符咧，你覺得難嘅話，你望住 Ken Sir。Ken Sir 講緊啲咩啊？係啦，你噏咗個節奏出嚟先，得唔得？嗱，你可以噏3或者係短長，或者係任何一樣嘢，你覺得係可以諗得到個節奏係快慢嘅就得㗎啦，得唔得？嗱，睇住，例如 Ken Sir 咁樣啦，3嘢，你讀一次俾我聽。3嘢。係咪好多啊？係咪啊？再嚟。3嘢。你噏出嚟先。3嘢。好啦，3 and 4 and。再嚟啊！咪得咯，係咪啊？自己嚟。咁得啦，係啦，然之後將呢個加入去咯喎，準。係咪啊？見唔見到？好啦，睇住咯喎，由我今次短啲，我有第2行俾你，即係第2行得唔得？好，準備開始，腳手，第2、第3，準備啦，腳手，3嘢。3 and 4 and。3 and 4 and。好啦，快少少俾你，再嚟一次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，準備1、2去3 and 4 and。我哋再嚟由呢度開始啊。4 and 係啦，再嚟一次，腳手前。做到啦，係咪啊？再嚟一次，準備開始。1、3、4、2、3、4、3、2、3，準備1、2、3 and 4 and，得咯，明唔明白？4 and 得唔得？好啦。我想咧由呢度去到呢度，好似慢少少嘅。我想成句入邊咧。你自己做晒，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 ？OK， 好啦，我慢少少，聽住 Ken Sir。OK。呢一度係啦，我慢少少，你只要跟住個指示做就得啦，知唔知道？準備開始。1、2、3，小心啦！第2次。
準備開始，專心嚟。嗱，記住每一次入邊咧，我嗌準備開始咧，就要非常之專心。點解啊？如果你準備嗰下未打之前準備嗰下唔專心嘅話咧，打出嚟嘅嘢咧，大多數都有機會犯錯。我哋要喺打之前要準備好，知唔知道？知道。我嗌啦，準備開始。唔緊要，再嚟一次啊！準備開始。次啦，最後一次啦 ，final 啦 ，OK？Final boss。快少少嘅，聽指示 ，OK？準備開始。就係咁咯，明白？嗱，記住啊，你今次叻咧係因為屋企有練習㗎。如果冇咁嘅練習嘅話咧，你唔會咁叻㗎，知唔知道？記住，學習完之後要點啊？記熟佢之後翻屋企點啊？練習。記住，得唔得？